再来看咱的国军长官的公务车红白讲使用中国籍的行车记录器有治安的疑虑。国安局局长蔡明安今仔日立法院接受访问的时是强调讲，调查是发现讲国安局并无使用中国籍的行车记录器。针对电文产勘涉贪污已经失掉海基会董事长刘义辉嘛表示讲会量早来公布新的人选，嘛强调讲不管是谁做董事长，拢未妨碍着咱国政府甲中国的沟通。知影议会进前也出部分国军将领的车用中国做的行车记录器，恐惊有治安记录。国防部就展开大清查。国安局表示，局内车拢已经剔查无中国籍的行车记录器，而且外车进入国安局营区内底拢是严格管理，也都必须要关闭他们的行车记录器。没有办法关闭的话，我们都要求他们必须要更换车辆，或是要在大门口下车。这样，在今年的4月份，总统当选人的车队到本局来，我们要求总统车队必须要关闭行车记录器。按过中共一直游玩是文公不行，国防部公布测试规工，查到14架强机、7架强蓝胶台，阁有可船加强好进入咱的东部海峡主角，阁进入咱的14海里临接区。蔡平干指出，这个船活动过程当中，无放水下设施，应该是收集水文资料，咱拢有严格掌握。外界也继续关注，和中国海警带转去的骗乌接渔船的进度。陆委会有跟他们谈吗？是有各种管道，违反休渔季的这个行为，它在中共的法律里面，它是可以判到3年以下，或者拘役，或者罚金。我觉得可能他们也没有很明确的决定。海基会董事长的人选有确定了吗？是现在外传的吴峰山吗？规划完成的话，会很快跟大家报告。董事长是谁？这个并不妨碍政府跟对方的沟通。另外，因为台湾产涉贪请示海基会董事长核准，风车会由证监会5方参责任。因分家强调，人事规划完成会搁公布，无论当作人选是甚么人，拢未妨碍政府甲中国的沟通。记者综合报道。